在生活中，有時我們會感到無依無靠，仿佛沒有什麼可以抓住的東西。當我們被信任的人背叛，面臨經濟困難，或因突如其來的疾病而崩潰時，我們該依靠什麼呢？如今，人們為了尋找安全感，會購買保險，在社交媒體上傾訴煩惱，或尋求心理諮詢。然而，無論我們多麼努力，內心深處的恐懼和不安卻難以輕易消散。大衛也曾身處這樣的境地，在成為王之前，他不斷逃亡，生命受到威脅，甚至被親近的人背叛。然而，他如此宣告：耶和華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堡壘，我的救贖者，為我施行拯救。撒母耳記下22:2，磐石是堅固不變的石頭。在這個變化無常的世界中，這句宣告有一位我們可以真正依靠、永不動搖的存在，帶給我們安慰。這位磐石不僅保護我們，還引導我們走上新的道路。這位磐石就是神，他使我們站立起來，重新邁開步伐。而在新約中，這磐石指向耶穌基督。哥林多前書10:4說：那磐石就是基督，耶穌是我們動搖時可以依靠的那一位。他永不改變，為我們承擔了所有的罪和恐懼。今天，如果我們的生活正在崩塌，我們需要重新站立在這磐石之上，不依靠自己的情感、處境或他人，而是將生命交託給那位永不改變的他。各位，現在就向耶穌敞開你們的心吧，他將成為你們的磐石，